只讲无用着，甲一箱一箱的鞋仔分类装入去袋仔内底，由台南市环保局办理的旧鞋救命募集活动，将伫28号登场。市长黄伟体特别出席启动记者会，除了呼吁市民斗阵响应，嘛协助斗沙工整理物资。今年不仅是旧鞋募集增加更多27000双啊，还有旧包包、旧衣服。旧衣服大概有13万件哦，那还有旧包包。事实上，这些的如果我们不做募集的话，可能就变成明天都进去焚化炉了。坦白讲，这是非常非常资源浪费的。台南市去年头摆举办，就募集到52栋的鞋仔、衫甲包包。今年活动更加盛大，除了组织持续参与，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嘛加入。同时赞助40尺装物资的彩绘会柜，把家里的一些鞋子、小孩子的鞋子、大人的鞋子拿出来，可以让在偏远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地方来继续使用，所以这个鞋子的价值是蛮大的。在非洲呢，有一种叫做沙蚤的这样的一个会寄生在人的脚。这样的一个跳蚤，体积最小的跳蚤。那如果说能够让我们的旧鞋呢变成非洲小朋友第一双的新鞋子，那它就可以保护他的脚，然后免受沙蚤的攻击。旧鞋救命募集活动举办多天，到当累积2万外箱，帮助非洲居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得到中央的支持肯定。环保局提醒市民，若是要捐赠。鞋仔一定要有保护色，衫裤爱春天热天穿的，包包含其他需要的物资，拢会当伫3月3日之前提起收集的地点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